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2月15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是新车连假的第2天，咱赶紧来关心交通的情形。到早起9点为止，国道的交通量有甲18.7百万车公里，国公局预估可能会甲102百万车公里，会是平常时的1.1倍，也若落南的会甲1.2倍。 那我们预测，今天从台北地区往宜兰地区南下的车流，大概从10点开始到下午的3点会开始出现。那在这个路段，可能车速会下降到40左右，请大家用路人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那还可以注意到国一南向杨梅到头份、国三到中和到关西，大概在早上10点到中午1点的时候，会有一些车多的状况。 画面内底会当看到国道1号5股这颗路早起10点拢要真好走。预估今仔日会较塞车的路段，包括国道1号落南杨梅到新竹、彰化系统到博盐系统，也有国道3号落南土城到关西、快关到雾峰，国道5号落南南港系统到头城等等的路段。建议民众出门进前会当先了解路况，嘛会当注意感受开放路径、交流道管制等等的措施，才来出发。这2日较烧热，台南玉井正出名的山野冰，生理是下局，平均是加2-3成。不过气象署提醒，明仔载就要变天啊，为路至初二，北部的气温会降低，也若中南部早暗的温差会真明显，提醒乡亲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冰潜业者透早就准备新鲜的草园，为所来溪金条做形象。山冰出名的台南玉井山冰一条街来讲，因为这几天天气热干，亲像热天，加上花香金条，带动业绩成长。舒服啊，赞啊，下赞，这个天很适合骑车。大概提升的大概2到3成左右。天气越闷热的话，又人会比较多一点。应该是连假的关系。 对，有一些返乡啊，出门的，对，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即马出产的四季品种产量无稳定，所以目前的山野冰用的是冷冻爱文，依然是真受欢迎。业者大部分用即马出的草园来形容。往望山区这几天，人潮带动上机，不过安尼好天气都要结束。中央气象署提醒明仔载16、29暝会变天，北部是湿冷，中南部温差大。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白天的高温普遍都还是有来到接近28度左右。我们看红色的北部的线条大致上今天也是一个日夜温差大的天气形态。不过到了明天除夕，由于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其实红色的北部线条可以看到，明天的高温大概就只有在20度出头，所以一整天的气温有逐渐的在下降的趋势。 气象署进一步说明，16号面透早通过北台湾了后，台北季风马上就增强，苗栗以北、东半部加恒春半岛会陆续转做阴天，还有短暂阵雨。台中以南地区影响较细，依然是多云为主，降雨几率较低。不过受夜间或者冷却影响，早晚的气温依然是较低，也是建议民众出外爱加扎外衫。记者综合报道。 咱继续来关心宜兰昨晖发生包裹爆炸的案件，造成一对假地受伤。警方昨晖半暝伫咧头城抓到一个姓吴的嫌犯，研判伊甲这对假地的阿姊因后生有财务的纠纷。警方侦讯了后，照杀人未遂等罪嫌移送法办。 宜兰面体10次发生包裹爆炸，细出姓红假地啊，拆开包裹了爆炸，骹手真侪所在受伤，好佳在送去了后无生命危险。警方调查发现包裹无邮戳，加上负责人表示，最近有成群的10甫人真侪摆伫周边查探，研判嫌犯好亲像亲身将包裹送到伤者徛家。警方分析，姓红假地交锋关系14半暝到姓吴嫌犯头城徛家，将伊掠到案，搁查扣动线、电表等证物。 我们过滤出有一位吴姓犯嫌设有重嫌。那在昨天晚上，我们报请检察官指挥法院核发搜索票，我们来执行攻坚。由于本案是发生在年节期间，影响民心治安非常严重，地检署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整合了检警的能量，从严从速侦办，守护地方的治安。警方推测姓吴嫌犯过去甲姓红福林人的姓做后生，好亲像一笔差不多40个投资理财纠纷。姓吴嫌犯后来佫控告对方涉嫌诈欺，双方可能就安尼结冤仇。
因为它有相关这个基础一些电工的一个知识啊，一些背景，那因此包括我们进行在家里面进行相关搜索的时候，那也有发现说，其实有蛮多这些相关有关电工相关的一个工具。警方进行了调查前未遂顶罪嫌疑上宜兰地检署获信，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有一台火车伫咧13暗时驶过台中的成功火车头的时阵，去弄到嵌伫咧月台铁棒，这规块铁棒是全咧飞起来，立刻是夹一条，加在无造成伤亡。因目前成功暂时已经停用相关的设备。台铁列车通过车站，暗晡向一块铁棒飞起来，伫月台单车旅客，互真大声音惊到规人拢站起来，好佳在无人互铁棒撞到受伤。这是13暗时7点左右，在台中成功火车站发生的状况。其他旅客看到这个画面，也感觉是惊一条。好险是旁边没有人啊！如果有人就事情就很不是这样了。等于事发现场，飞起就是就是放在月台顶悬楼梯的铁棒。13暗时7点08分，台铁环岛之星彩绘列车通过成功站，伫驶向台中车站。暗过最后一节车厢，却将铁棒弄飞，连监视器的镜头拢弄甲规个害。我是现在才发现有一个铁板，以前没有以前没有感觉，不觉得说这边有这个东西在。你看那不有楼梯嘛？这边有升降机嘛？他们站务员在弄，在走的。我们老百姓不可能跨越轨道。台铁透过文字说明，好亲像是列车通过风压甲震动，互月台楼梯的铁棒送去，互列车车厢踏板找到，车厢踏板甲铁棒拢受损。后来列车伫下一站新澳一站临时停车检查，确认安全无问题了后，继续驶。成功站已经停用相关设备，以往发生原因爱去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即卖诈骗是世界样样飞，诈骗集团利用哪里游、哪做山工的方式，向台湾的少年人加入去做车手，而且人数是愈来愈多。根据外交部的统计，从2023年伫咧日本掠到4个车手，2024年掠到5个，去年是直头增加掠到50个。不过学者分析，实际上涉案的人数可能还佫较侪。铁门叫来进前走去银行领钱，不过来领钱的老阿伯要领的钱未少，讲话反起反倒，行员紧通报。我们家买冷气没有那么贵啊。到底就是款冷气爱开100万哩？警方持续关怀老阿伯，早肯讲实在话。李明承认系他人介绍投资股票，准备提领现金投入投资。警方伫后边走动诈骗，源头同步查缉。不过，即马嘛发现诈骗集团已经骗甲世界各国拢有，各派台湾籍的车手去海外领钱。外交部统计，个人伫日本落网为112年4个人，去年5个人，去年雄增加到50人。啊，那伫美国也是新加坡，互人掠到的，去年嘛各有至少20人到16人。他利用这个免签，他把这些钱的部分出掉之后，他就离开，短进短出，所以对这些诈欺集团来讲的话，风险是很低。跨国的这个诈欺集团合作这件事情，我们感觉在这1年来，感觉是也有增多的这个趋势。那台湾这车手伫各国犯案，台湾掠到的外国这车手也有增加趋势。警方分析，诈骗集团招募一大手法是用做散工兼旅游，哪算哪趁钱，向个人加入做临时车手。在这样子的一个诱因之下，我发现也看到可能有一些年轻朋友可能会因此而中招。所以说，当然这是我们查获到的。那有没有查获到的黑数？我相信绝对有，还是一个老掉牙的一个提醒啦。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诈骗伫世界各国三座，面对这种跨国的犯罪，台湾这车手变真侪人，要安怎有效打击？考验执法机关情资共换加国际合作。记者采访报道。过年要出国佚佗的朋友，都爱来看哦。2026年护照排名，咱台湾是搁进步一名。根据英国公布的护照指数，今年新加坡是继续连霸，摕到全球的头名。也若免签证的国家甲地区有192个，日本甲南韩是排第2，有187个。也若咱台湾的护照免签证会当通行的国家甲地区有135个，排全球第32名。2024年咱排伫35名，2025年排33名，咱今年是搁较进步啊。
即马 AI 是愈来愈发展，工研院甲故宫合作，甲经典的艺术作品结合 AI 的科技，互故宫43件作品会使震动，包括肉香蕉、甲脆肉白菜，也佮有台北101甲情院唱等等，才是咱台湾独有的意象。利用 AI 动态的形成，互现代艺术会当展现新的风貌。红豆船行过淡水河，台湾画家隔壁川的作品《淡水关山》，望领都活跳起来。接续隔壁故宫的图像，互云海包围。以早清国的雕刻工艺品，敢若纸船嘛使我来。过来是李石桥的市场口，民众抢耳体的物件放大，搁再放大。竟然是故宫镇馆之宝，脆肉白菜甲肉香蕉，算是选手招标，画面随变作计雪楼的南瓜引进，后壁面有101大楼，工研院故宫合作，互近现代艺术品叮当起来。近现在台湾的艺术最主要，它锁定在人、时空、空间、建筑以及相关的这一些部分的城市，它整个的一个时代的变化，时空上的一个转变呢，经过 AI 然后转化之后。那形成一串非常smooth的一个程序。用43件经典的艺术品结合 AI 动态生成，甲超真的显示技术，甲几百画作的笔录和细节定组串联，演绎台湾的历史和当代对话。有趣的，而且核心的有2个部分，一个它就是自动化。又快速。第二部分，你们有看到这个画面，它非常的精致。我们还用 Super Resolution， 就是一个超解析度的一个技术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外面的一些工具，它生出来的影像是短的，那我们要长达3分钟的整个这样的一个影音，事实上是困难的，所以我们要保障一致性、控制性。我们会透过一些动作的一些设计、一些运镜，甚至一些节奏的一些规划，让它可以生成出很可控的一个内容。规套的 AI 内容无公布串联点出，伫2005年世界博览会日本大阪头一摆公开，互全世界迷目。现代科技抢救原本看电的习惯，使人赞叹。我那时候真的心里非常感动，说，我从小的那个记忆开始把我扣回来，以前的农村，然后开始看到现代的101，然后再看到金岩厂，我觉得台湾的家伙无形中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成长过程。当你有办法在画作里面去抓到观赏者他本身的内心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成功了。未来工研院的 AI 系统嘛规划进一步按内容扩大到整体性的体验点。另外，技术本身因为自动化和快速的产制流程，会当影视产业应用发展，和画面的表现有更加多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年节家家户户拢会搭春搭门对，讨一个好格调。不过乡亲敢知影，搭伫咧灶骹、厝内、门口，也是生理场的，是拢有无共款的意义。透过镜头，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咱台湾人过年搭春的文化。无2、3个功夫，老师就写好一副春联。过新年搭春联有迎新辟邪意思，嘛甲对新年愿望写伫门帘内底。这位互人称呼秋水师的董秋水老师写门帘超过1甲子，伊表示，若靠有讲究的人为门帘的内容，会当看出这户人家厝内的状况甲期待。专业店风甲足清楚的，以前也有人拜天公，嘛咧搭门帘哦。嘛有人做生日，嘛有咧搭门帘。比如咧讲，你若要出来吼，讲鸾凤和鸣冲白色，吉人岁月庆千年。董秋水解说，春联内底若出现子孙贤、福禄寿这个字，有求财、求子、求平安的意思，是真受欢迎的过年门帘。除了传统的书法春联，这几年嘛有文化工作室咧收集早期台湾的印刷春联，有的甚至已经用要绝版。透过文字内容甲多样的设计，探讨台湾人过年搭春联的文化学问。比如讲，这山珍海味就是搭咧菜厨、冰箱，做生意有做生意的门帘。比如讲，我若内底饲猪的猪条，我就写绿色兴旺；若是做田的，就写五穀丰登安尼。所以我有收出做咱较早传统的门帘，来回味较早，比如讲咱看到八仙，毋是干那看到五路财神，
咱看到可能有好彩头，唔是干那有马上发财安尼。文化工作者颜振武指出，亲像山珍海味，一般会认为是咧讲澎湃好食物，毋过伫传统制式内底，山代表的是姜，珍是豆仔，海是盐，味是糖，佮有早前的春联，常常看到八仙图、灶君、好彩头才会多样，毋若种有台湾味，嘛反映出咱的生活文化。希望透过这收藏甲分享，深化社会对台湾年节文化理解。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即马是做啊大出的时期，高雄乡公所举办做啊系列的活动甲评鉴，要来选出一粒一品质的做啊，希望大家做伙来支持咱在地农产品。切做细地，请民众试食冠军蜜做的气味。屏东高树乡10时举办1年1度的做啊评鉴，吸引未少优秀的农友参加。今年评鉴真拼，比赛的做啊无论外观大细粒，也是口感，拢有一定的水准。最后是古庄村的农友黄金泉摕到冠军。伊表示，做啊要好食，上重要就是敖肥的撇步。就是把我们地底下的氮素平衡，把它消化掉，这样才那枣子才不会坏掉，枣子会回大，香甜多汁这样。高树乡公所讲，这几年一直咧调整传统农业行销方式，透过评鉴和典卖活动，提悬高树农产品的能见度甲价值。高树的蜜做皮薄，肉又搁有汤。红河做青宝石，毋但是在地骄傲，更较希望会当拍开全世界的知名度，增加外销的数量。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枣农朋友也慢慢的学会怎么行销，那让我们枣子的价值又往上去更上一层楼。所有我们屏东要卖去美国的这些重要的产品，蝴蝶兰还有我们的鬼头刀鱼，还有这些呢，都让我们的出口农产品呢，都维持呢这个最低关税的保障。屏东高树的蜜枣产期集中伫逐年1月到3月，种植面积大约伫300至400公顷，是台湾蜜枣重要的产区之一。这几年已经有农民外销到日本和加拿大，农友拢讲借由蜜枣的评鉴，大家互相竞争比较，互高树的枣啊愈来愈进步。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看全球性面临断种的乌面腊八。在2025年，全球的普查数量有加7081只，在台湾记录到4000多只。这当中有超过9成拢集中伫咧沿海。除了大家较知影的家己布袋、台南七股，也佫有家庭仔，加上当地渔村的文化，是啥袂少游客来遮行踏。透早有日花啊，几60只乌面腊八伫水边啊穿毛，家庭啊湿地面积有171公顷，水池啊干网布花，多元化的环境满足无共鸟的需求。高雄市政府甲遮规划做家庭啊湿地公园，有些游客中心加香蕉啊亭，游客会当用免费的千里镜来看远远的乌面腊八伫算啥物。大概离20-30公尺就看得到黑面琵鹭了。当然他们不会打扰那个黑面琵鹭。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想要发展这个湿地的价值。甲湿地敢若过一条车路的家庭市区，弯弯的巷仔路有无共的气氛。伫居民的信仰中心，也佫有国宝级艺术叶王的剪绘艺术，每一尊作品眼神拢活灵灵，姿态敢若真的。这国宝级的物件，就是人伊有迄个特殊啊，伊有迄个特殊啊，做起来做笔真做迄个啊，个手路去游。这10多年来，一寡在地人希望结合湿地生态甲在地文化，发展属有家庭的生态观光。有这么多的候鸟还愿意来这里停留，那我们就保护这些，然后用这个方式来带动我们更多的产业，这样子。家庭湿地目前是地方级重要的湿地，进前者是德和盐田，兴达港乌较深的无路用途拢蹲伫遮，经过30多年的时间，变作大鸟愿意停歇的环境。我们因为有了茄萣湿地这一块湿地坐落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吸引来了很多的观光客。因为乌面腊八规定会休伫遮，家庭啊，逐年拢会成10万个游客来，正做打造特色产业精彩的好所在。记者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下半晡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3度，
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6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4度至25度。还佫有这3天的气象。明仔载都要变天啊，下寒甲初二，提醒大家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